徛台湾看世界，来看中国强行通过香港版的国安法，破坏着一国两制的承诺，伫个国际上是引起着大风波。这个五眼联盟的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跟澳洲，发表着联合的声明，指控中国来破坏着中英联合声明。纽西兰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嘛发声明谴责着中国。另外，美国的总统川普将伫当地时间29号举行着记者会。美国的媒体来报讲，这个川普政府真的可能会来宣布讲，要甲有共产党背景的中国的留学生赶出美国。中国全国人大昨日一票反对下通过港版的国安法。香港未来自由民主之路恐行无乐观。So I've been talking to the Prime Minister about this and talking with some of our very closest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US, Canada and Australia. We are deeply troubled about this step and we've put out a joint statement. 美国、英国、加拿大甲澳洲联合声明内容嘛讲，香港是自由堡垒欢迎法原地，伊欢迎甲稳定关系到国际社会重大而且长远的利益。中国伫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世界大流行的时，硬通过实施港版的国安法，将破坏人民对政府甲国际合作的信任。纽西兰副总理兼外长皮勒斯嘛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削减香港人民的自由。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讲，中国必须尊重香港的自治权。英国政府搁进一步采取行动，要保护香港的民众。We will remove that 6-month limit and allow those B&O passport holders to come to the UK and to apply to work and study for extendable periods of 12 months. 另外，依照美联社等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伫美国时间29举行记者会，宣布对中国相关的声明。有官员讲，川普有可能会赶走几千名有解放军背景伫美国的中国研究生，并且对中国的官员实施制裁。